喂，各位科技戰友，今日有單嘢勁過你哋買股票啊！Visa 全球支付龍頭，竟然將佢哋成個支付基建直接駁入 ChatGPT 個腦入面，即係點？即係以後你同個 AI 傾偈，話想買對限量版波鞋，個 AI 唔單止會推薦俾你睇，仲可以一氣呵成，幫你碌卡俾錢，直接送到你府上。成個過程完全唔使經人手。你諗下，以前網購要自己搜尋、比較、加入購物車，再入付款資料，煩到暈。而家你同個 AI 講句嘢就得，佢會自動幫你掃描全網商戶嘅貨品，揀最啱你心水嗰件，然後透過 Visa 條支付通道，靜靜雞幫你搞掂晒。零售業最後嗰幾步，由決策到俾錢，就咁交咗俾 AI 代理人。呢個唔係單純嘅功能更新，而係一場交易革命嘅開端。